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 HKTWC 嘅風暴速報，我係 Gary。按照目前嘅預測，喺西北太平洋上邊有跡象會有今年第一個熱帶氣旋形成。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佢未來可能嘅強度變化同埋大致嘅路徑，同埋佢影響香港嘅機會。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而家喺畫面上顯示嘅係歐洲電腦對於熱帶氣旋嘅概率預報，當中可以見到有超過60%嘅機率會有熱帶氣旋於4月27號喺菲律賓以東嘅海域形成，隨後會橫過菲律賓進入南海，並會轉向北移動，靠近越南或者華南沿岸一帶。暫時呢一個機率變化仍然係相當大㗎，需要進一步嘅觀察先可以下定論。喺歐洲電腦集成預報方面，目前已經有一定數量嘅路徑進入南海，而且強度都有熱帶風暴以上，並唔排除係更加強㗎。但由於呢一個係一個長期預報，因此具體風暴嘅形成日期仍然係未確定。而家嘅路徑同樣係有相當大嘅分歧，由橫過菲律賓之後消散，到登陸越南至轉向日本以南海域之間嘅路徑都係存在㗎。但目前主流認為佢會行類似2021年颱風雷伊嘅路徑，當時雷伊係橫過菲律賓之後進入南海中部，並且90度轉向北移動，靠近華南沿岸。而今次呢一個潛在風暴同雷伊唔同嘅係，佢可能會喺進入南海之後先開始增強，加上海南島左右緯度嘅水溫已經上升至26度以上，而且垂直風切係相當低㗎，喺10度以下，比較適合風暴發展。因此呢一個風暴可能會喺靠近華南沿岸嘅過程中進一步增強，而唔係好似雷伊咁減弱。但係到底最終嘅強度變化係點，仍然需要進一步嘅觀察。我哋再睇下電腦模式嘅預報啦。目前只有澳洲同埋美國嘅電腦模式對呢一個風暴作出咗比較明顯嘅決定性預報。美國模式預料呢一個潛在風暴會喺進入南海之後逐漸增強，喺香港東南500公里範圍內掠過之後轉向，由西至東橫過巴士海峽，移向日本以南海域。而澳洲電腦嘅預報範圍係比較細，時間亦都係較短，但係同樣顯示呢一個潛在風暴有跡象喺進入南海之後逐漸增強，而且轉向北移動，靠近華南沿岸一帶㗎。因此，目前位於菲律賓以東嘅潛在低壓系統有一定機率發展成熱帶氣旋，並且進入南海。其後佢有機會進一步增強，並且轉向北移向海南島、華南沿岸或者係巴士海峽一帶。佢嘅強度變化仍然係相當大㗎，因此我哋唔排除佢會維持低強度，或者係增強至颱風以上級別，靠近華南沿岸。但係大家要注意嘅係，呢一條片講述嘅係未來超過1個星期有機會嘅低壓活動情況，其後真實嘅情況係可以同現時嘅預測相差相當大㗎，大家切勿跟車太貼啦。今次嘅風暴速報到此為止，臨走前記得撳返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香港颱風預警中心 HKTWC， 我哋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最新嘅低壓活動情況同埋香港嘅天氣，有最新消息再同大家以貼文或影片嘅方式報導㗎。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